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有一个话题，朋友见面拢问讲，你敢有看过《春雾数理术》？这是什么片？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当事者甲导演来到现场，分别是台北党的主席陈祖才以及导演方贤贤监督。是主席你好，你好，导演你好，工人好。嘿，今仔日真欢喜哦，因为试片的时候我有去看，我内面靠了头7、8摆，真感动。我的感动是人性的感动，唔是讲即个讲即个建国啦，即个伟大啦，唔是迄种，是人性的感动我要先请教主席对1970年开始到今为止，你有感觉人生你已经完成什么吗？因为我感觉你一生坎坎坷坷，你家己的人生事业，观众朋友可能唔知这陈主席伊本底是成大建筑系，而且是建筑师，去到迄阵时上厉害、上有名的。是 Marcel Breuer 内面去做建筑师，大好的前程歪创，去做庆手。那么至到讲这一路来坎坎坷坷，你敢有感觉你人生有完成什么？还是讲无？我的人生唯一完成的一项代志，就是试奖。即摆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台湾澎湖人建国的一个过程啦，这个台湾澎湖的这个建国运动，会使讲是台澎人100年的追求，所以1970年的试奖事件，一直到我转来到台湾，伫2019年伫台中成立台澎党，这个过程呢，拢总持续咧重视。台湾甲澎湖的建国运动，这个运动阁无完成，伫继续咧进行中，已经是几百年但1920年代的台湾人的台湾意识的觉醒开始这个运动就已经起步啊。你认为你是接班，你还没完成家己什么代志？要完成就是台澎建国，台湾嘅澎湖要建立做一个主权独立嘅国家。就你个人而言，我对1970出去到读册，你敢唔感觉讲我总也是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的任务？你当时无想到，无想啊这，无想啊这。你当时伫1970年代。会使讲是这个正义运动伫非常发达的时代。迄当时呢，巴勒斯坦的建国运动，北爱尔兰的独立战争，反越战，个美国的人权运动，这拢伫。迄个年代发生的，阮也拄好伫迄个年代人伫美国，所以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对阮的激励，对阮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阮是认为讲，做一个台澎人，追求自觉建国，都是。实践这个正义。咱转来到春雾数理术，我要先请教导演最开始我知影，这导演开始要做这出的时阵，迄阵时的名叫做《迄一情》，叫迄一情。
啊变到即马叫纯物数理术，变到真淡薄仔 romantic， 但是我看了小可 sentimental， 甚至 melancholy， 吼，即个有准，是调工要创这但是内面唔那是郑主席啊了，唔那是黄文成哦，啊，佮有一个女性。这跟纯物数理术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一开始想要拍这个片子，就是因为黄晴美，就是2018年黄晴美过世嘛，然后有办纪念会，然后有出一本纪念文集。那我的朋友刘露娜就送了我一本，打开来看，第一篇文章就黄文雄写的，我才发现说，原来刺蒋案里面还有一位女性参与者，就是黄文雄的妹妹，当时曾子才老师的太太黄晴美。那他跟黄文雄去做场勘，然后他把枪放在他的皮包里带到现场，所以是在 Plaza Hotel 的转角，他交枪给他的哥哥，所以他并不只是一个家属，他实际上是行动的参与者。这件事情就让我很好奇，为什么一直到他过世，他自己也没讲，别人也没讲，就我很想要了解为什么，然后很想要把他的属于他的位置放回那个历史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Her story。对，从这时候开始，然后接着我就开始去做田调，收集资料嘛。我就发现那个台语的陈峰慧老师，他有办一本台文的刊物。那当年黄晴美90年代回台湾之后，他就很热衷于要推广，还有很热衷推广台语文，所以他学会了台罗书写。那他就留下了一些文章，回忆424跟他的童年。那有了那一批文章之后，我就觉得，虽然他过世了，可是我有他的声音，我有他自己讲的话。这就是为什么片子一开始就是黄晴美的一封家书，然后接着就是他的一些文章的回忆。有人以为是他的日记，其实不是日记啦，是他写的散文。那我最近才知道，这一些文章有被收录在台语散文选里面。哇，真好！啊，想要好这个名呢，纯物数理术。因为他们行刺的时间是在春天嘛，4月24号，然后那一天正好下了雨，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4月这个意象跟春雨的意象。因为我觉得那一枪太直白了，会局限了我想要表达的这些很多的意境，所以想了5年多，一直到前一阵子，就是我们后制都要开始了，然后我片子都剪完了，我一定要有片名，因为我要做片名，然后做片头，所以就有一天早上醒来就立刻决定就是这个，不会再有任何犹豫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要酝酿很久，到最后一刻就决定。啊，跟诗人 Eliot 有什么关联？因为我一直在2个意象里面做选择，一个就是奥德赛的意象，因为他们3个人的一生都是奥德赛的旅程。哦，对，就是在西洋文学里面永恒的一个主题嘛，就是回不了家嘛。因为奥德赛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伊萨卡的国王，他就去打托洛伊战争之后被那个海妖诅咒吧，他就在海上就一直回不了家，一直打圈圈，一直到处的，就流放海外，10年之后才回家。对，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主题。那另外就是这个4月这个意象，那就是艾略特的诗，就是艾略特最有名的长诗叫《荒原》嘛，那第一句话就是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4月是最残酷的一个月。那我觉得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确实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的试炼。这讲到人生的试炼吼，我要请教主席啊，我坦白讲吼，那是我吼，真气吼，你要叫我去到遐。手枪要摕出来哦，我是胆寒，我会喘的。你当回想讲，迄天哦，你敢有一点点啊，这个丢毒啊，安尼会喘呢？有迄个心情出现过无？会喘是毋捌出现啦吼，啊，但是
伊天生这种人呢。但是开枪吼是一个重大的代志。你枪伫你手顶，啊你扣扳机，枪支拍出去，这是会死人呢。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但是比这个开枪，你来想讲，这个开枪到底是安怎要开枪？因为是你要刺杀一个独裁者，一个主宰2300万人的这个身家性命的一个人的性命。啊，这个人是伫台湾甲澎湖杀死几万人的一个独裁者。啊，这款人你甲杀死，啊，这是咧实践正义啊，这是追求正义的一个代志。啊，所以你袂错啊，你就是认为这是对的代志，你就是爱去做。根据我知，其实内部是有辩论过哦。内部是无啥物内部啦吼，因为是敢若阮3个人嘛吼。哈哈哈。啊，所以我去将这个计划讲互黄文雄知影的时阵，伊一声就答应啊。所以伊心理上自早就有这个想法啊，所以就是讲黄金美呢，会使讲是追求台湾甲澎湖建国运动内底其中一个真伟大的女性，就是黄金美。伊伫即个家己的翁婿、家己的阿兄决定要去刺杀一个独裁者的时阵，伊无主动，系啊，伊支持，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决心甲决定呢。你头一摆甲讲的时阵，伊啥物反应？伊就是中国咧讲的默认啊，点点啊，点点，就是伊无反对啊。黄晴美是非常有胆识的人，我看她的文章，她也有讲到说，在读新竹女中的时候，就是要被强迫入党嘛。那个教官啊、训导主任啊，就追着她跑。她一看到他们要来，她就躲。她有一次还从窗子里面跳出去逃走。她也是很有决心的。她不要被勉强的时候，她也有她的办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温和的一个人。系啊，对，即看伊少年时阵啊咧，细粒子吼，啊古锥，但是内心真坚强哦。啊，即个决定煞来我就莫讲啊吼，啊，大家爱家己去看片才是。但是我要问讲吼，手段甲目的之间吼，恁是安怎思考的？比如讲，头仔你也讲，我这正当性，因为这是一个独裁者，主宰着2300万人的这个性命，甚至杀人无数。吼，但是你是一概书生呢？吼啊，事后也证明讲，台独联盟内面也有无共款的意见。恁安怎在目的甲手段之间来思考？建国的最大的阻碍，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啊，这个政权的这个主宰者，就是蒋经国。啊，所以主宰者若个除掉，对这个台澎的建国运动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主要是有这个目的。做这件代志。当然我是读册人无毋对，黄文雄、黄金美甲我，拢是1930年代出世伫日本时代阮嘛拢经过这个太平洋战争，嘛经过228的这跨国大屠杀，变成做1960年代。要来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所以我有这个背景，因为是安尼，所以就是继续追求这个更较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建国啊。我要请教导演我头咧请教主席这手段甲目的之间在导演我咧看规片的中间。我有感觉，导演甲即个手段啊目的，拢一直
放斗阵，无做结论，吼，甚至也放了一寡无共款的意见放伫内面，吼，这是我相信这是你有你家己的意图伫的，吼，你会当说明甲观众朋友先说明讲这项这是第一，第二，因为这已经是1970年的代志啊，来到当今也55年啊吼，要如何和少年朋友会当看会入去？你是安怎想这几项代志？你刚说的那一个观点啊，我当然有我的观点，可是我不希望用灌输的方式去表达我的观点，因为这个历史事件非常的复杂，那背后人的因素跟情绪也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希望尽量的去呈现那一个复杂，让观众自己去思考跟体会。似乎啦，以我访谈所能够触及的素材来看，在行刺之前，独盟内部是有一直在讨论行刺这件事，似乎没有认真的讨论过反对的意见啊，就比较是偏向行刺，所以蔡同荣有找人去巴西找枪手嘛，啊，这是一个事实。还有另外一组咧。这是一个事实嘛，对不对？那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好像没有行动，所以郑才老师他才决定说他要自己来，而且他们也很努力的保护组织，所以就自己担下来说是个人行动。也因为不涉及组织，所以他们后来就被定为是刑事犯罪，而不是政治迫害。这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后来自己，因为他们这样子承担，对他们，尤其是郑老师后来坐牢这些事情是有直接的影响。问题是出在他们被捕之后，台湾人不是非常热心的捐很多钱嘛，然后想办法赶快把他们保出来。那个时候的气氛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觉得终于有人愿意出来做大家心里都想要做，可是不敢自己去做的事情，所以会有那么多慷慨的捐书。我们甚至访谈到一位王博文先生，他捐了1万美金现金，是他存着所有的钱，他想要，他说叫做娶妻本，他想要结婚用的，他全部捐出来。那个时候大家的热情是这样。我还有一个朋友在犹他州刚取得教职当助理教授，他没有现金可以捐，他跑去银行贷款来捐钱，是这样子的一种气氛。可是他们弃保之后，气氛就改变了。我得到访谈是这样，那就开始会有不同的意见，说他们敢做不敢当。但是以他们的立场，我要好长。对，黄文雄也跟我讲过，就说我为什么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对不对？我们就是在搞革命了，然后你美国支持蒋家政权，我刺杀蒋经国有什么错？他就是压迫台湾人啊。那我既然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理念上面的差异。那时候一些责怪他们的人，可能就觉得说你敢做不敢当，大家都捐钱了，然后让你们保释出来了，那你竟然跑掉了。可是钱有那么重要吗？我相信对于多数捐钱人来说，钱没有那么重要。他们钱捐出去的时候就没打算要收回来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到后面的发展，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真的去讨论过，我觉得是最可惜的事。这吼，我要请教主席吼，你家己的感觉一寡同志，大家后来吼甚至做保证出来做证啊，你家己打起来变做刑事，甚至后来，这可能观众朋友吼，我淡薄仔小讲一下，主席是去用抓起来啊，逃亡去瑞典，先去瑞士，再去瑞典了有申请到庇护了，搁去用抓去了要遣送。
遣送佮绝食，佮叫送去到丹麦，丹麦佮唔敢，佮送去到英国，英国佮拍官司，才转去美国去服刑。你甲想，坐这家啊，我想着真唔甘嘛吼。但是我要请教主席，就是讲，你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历程，乃至到讲当日，你安怎思考这件代志？当时决定要弃保离开美国，是因为我认为无应该伫美国坐牢，因为伫美国坐牢真有可能，阮伫美国就互江南去啊，国民党可能会派杀手就甲阮处理掉所以我就决定弃保。流亡将这个太平人建国的这个声音宣扬出去，对阮流亡，对阮走这个消息扩散出去，所以是因为安尼当时呢，阮的弃保反对上厉害的是台独联盟本身反对，是安那样反对呢？阮伫主要理由就是讲，这保释金无去钱无去你人互关无要紧呢主要是这个考虑这个保释金这钱的问题。其实呢，捐款的人并无要求讲原来转来互关啦，安怎啦？捐款的人是拢。无讲，无啥物代价要求，是敢若台独联盟各站的人一直施压，向黄金美施压，要求黄金美将我甲因阿兄下落交出来，交出来安尼，是敢若安尼尔。这其实后来田主席也参与到政治，认识到这政治的现实。其实唔是迄阵时，唔是1989年、90年代才领受着，是人际之间的这政治本来就真复杂。但是下半段，我要来问一个问题：如果迄天那真正蒋经国人叫人杀死，这历史会安怎呢？大家会当来思考这件代志。咱邱文静马上回来。愿意行动的人很少，尤其是要付出这么代价的行动。他们3个人在这一部分是非常一致的，我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犹豫。那后面承担那么可怕的后果，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抱怨或后悔。像黄文雄，他流亡25年，连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没有，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可是我每次问他的时候，他都笑笑说他过得很好。欢迎回来到咱台湾新眼界。他昨咱讲到这个春雾树历史的纪录片，如果历史呢会讲定来，如果当年迄一枪真正1,800命，会发生什么代志？我这就突然间想到这样代志，但是有真侪人有无同款的看法我要先请教主席，如果当年但是蒋经国若是死在恁的手头，可能今仔日就无你当场你就争去还是讲你家己安全？这头一个，第二，你认为台湾的文明敢有通改变？当时开枪，就是要甲炮死，结果因为被警察阻碍，所以这枪炮无着所以事实上就是蒋经国无死啦即马假设讲蒋经国被拍死以后，历史要安怎演变？我想。这无人知影这是敢若一个推测啦推测我是认为
无什么意义啦吼。即马主要就是讲，伊拍无死，啊，转来到台湾了后，伊对台湾的这个地理的政策是安那改变，我想这较重要啦。你认为否则性有这个重要性？我相信绝对有啦吼。一个被人开枪的人，伊暗时吼倒伫门床要困的时阵，伊袂去思考吗？伊袂去思考讲哇，安那有人要甲我开枪？哦，伊日记内面有写哦。哦，这我伊讲问伊的必须啊，这我无看到。问伊的必须讲，啥人台湾人要甲我抬？他日记里面说，回国从那一次访美的行程回国之后，就说回想起来有如一场噩梦。你说对他没有影响吗？当然是有的。所以一连串后来，在1970年代吼，咱就知影吼，开始大学杂志啦、催台青啦吼，即款政策啦，乃至到我嘛感觉真好奇，阮明明知影 Cornell 迄阵时，黄文雄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李登辉，伊难道唔知吗？伊当然嘛知。啊，佫来启用着李登辉，即个中间的即个你，就你安怎设想即项代志，乃至到讲在大家来看，即少年朋友来看即个纯物数理数的时阵，按什么见解来看即项代志？我们片子里也有访谈到蔡武雄，就是当年黄文雄在 Cornell 读书的时候，他在 Cornell 的图书馆做专员，然后他跟李登辉非常的好。所以蔡武雄跟李登辉，然后跟黄文雄，他们是经常来往的，经常在一起吃饭。因为李登辉跟他们说，不要有任何名目，不要搞同乡会，以免被注意到。那大家如果就是同学，吃饭就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也都很谨慎。那国民党会不知道李登辉跟这些人来往吗？当然一定知道。所以后来要重用李登辉之前，不是也曾经把他请去调查就调查，去请喝茶过吗？我相信那时候蒋经国可能心里有数，还是想要用这个人，因为我看他日记里面透露的是，他经常在抱怨国民党里面暮气沉沉，然后谁不好用，谁没有用，谁多么的是废物，就是都是一些不好用的人，他自己心里知道。国民党没有人才，而且那个党的文化是非常腐败的。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没办法，他们那个包袱就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嘛，他没办法改革。这些人就是他的基本盘啊，所以他还是得用几个能干的人帮他去做点事情。我个人的判断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用了李登辉，因为他有称赞李登辉做事很可靠。啊，嘛有人一种讲法，就是讲吼。蒋经国因为三个后生哦，咱坦白讲，都不成才，对伊来讲都不成才啦吼。所以哦，伊也无得选，伊必须要找其他的人。吼，这当然是历史的这推论啦。但是我要问主席吼，这一路起来，后来你也是乌名单要转来篡官吼，啊，我会记迄个印象，哇，伫机场。叫人送上去，啊，后来是吴清贵来参选国大，你也参选过，想要参选到这个台南县长，但是就是因为这乌名单叫坐假，差2天啊，差3天哦。我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讲，想要做无够，啊，无法度达成这个目的。那么，我都完成这理想，对你来讲是遗憾，还是讲无？我同款，我出来了，我照常做我同款的代志，不改机制。因为我那一般人啦，一般人的人格就是讲啊，我一而再再而三做未够，啊，我就改道啦，哦，我就做别项嘛，啊，同款的完成自我。譬如讲，你即马去做大便党的主席，你安怎想？迄当时我伫1991年创馆转来吼，啊，第一摆伫正月无成功，搁去互赶出去吼，
啊，第二摆伫原来1991年6月，啊，我照咱家己同乡的呼召，啊，但桃园机场啊，就成功转来个台湾，啊，转来个台湾第一项代志，拄拄着迄个228纪念碑的这个设计，啊，所以我就参与这个228纪念碑的设计，啊，结果我去找我的成大的同班同学，伊伫台北咧开事务所，啊，所以阮这个设计案呢，伫300件的竞选内底摕到第一名，啊，所以有完成这个代志啦，啊，刷落去，我是想讲，利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政治运动啊，靠这个运动加入去这个体制，希望讲是不是会当加入去这个政治体制内底，追求台北人的建国运动。啊，结果呢，参与的过程中一直我感觉啦受到排斥因为你是告我转来你是本土产生的啊，所以有受到排斥啊，所以嘛，因为安尼，我离开这个政治圈行我家己的路，我是认为离开这个政治圈是对的啊，继续来宣传理念，这个理念，台北建国的理念。啊，因为为着生活，所以我有成立一个设计公司。台湾一段时间我做一个设计。阿里山的休息区。休息区就是最后我一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拢爱简报啦啊，我的简报是台语，所以这个简报我咧讲的时阵下骹一个评审委员是屏东的科大的教授，伊就举手讲，你要用官方语言呐。啊，我就切者讲，哇，靠腰啊，那什么官方语言啊，我咧讲的是阮阿嬷的话啊，我脚踏伫咱家己的土地啊，这哪有啥唔对我真是起毛就歹就对了。但是阿里山这个观光局就来甲我讲，我拜托你啦你加减讲一寡官方语言啦。我想歹势对这个承办单位较歹势所以勉强假字安尼讲一寡结果我有摕到这个案但是我转去了非常的受气，嘛非常的感觉讲真唔甘愿啦所以我就决定弃标。设计我无爱做我从转去家己的油画，我一个人都有法度完成的这个物件所以我伫这个做油画的过程中，我一直咧等待这个时机，是不是另外一个时机会来，会当进一步重视台北建国运动，所以一直等到2019年。有这个机会伫台中甲一帮人成立这个台北党是这个原因。他做主席咧讲家己的故事的时候，我连带想到另外2位主角，我要请教导演你嘛甲黄文雄来访问采访甲观众朋友透露这黄文雄伊个人的故事佫有另外一出，大家当来期待。但是，我问导演讲，你有感觉因这3个主角，因的共同的性格顶头，人的个性顶头，有啥物同款的所在、特殊的所在？
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讲，真侪少年人要来采取行动，可能会丢毒，可能对着手段目的，就是人生的目标无认把较清楚的时阵，会当来参考这三位。他们3个人个性非常的不一样，无赶快。所以我的故事是从郑志才跟黄晴美谈恋爱开始，因为我了解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2个谈了恋爱结婚，不会有这3个下面的事人不会有一个凑在3一起人组在一起，因为他们3个人个性都非常的不同。那你说有什么共同点呢？我觉得共同点就是那一个行动的决心。因为读很多书的人很多，聪明的人也很多，很会讲的人也很多，愿意行动的人很少，尤其是要付出这么代价的行动。他们3个人在这一部分是非常一致的，我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犹豫，那后面承担那么可怕的后果，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抱怨或后悔。这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是很一致的。像黄文雄，他流亡25年，连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没有，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可是我每次问他的时候，他都笑笑说他过得很好。哪有那么好？怎么可能好？你自己想想看，你如果连名字都没有，去用一个别人的假名去过25年，你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过去的人，你要怎么活？你想做的事，通通都不能做，哪那么容易啊？这甚至历史的这必然嘛是偶然呢，哦，这有当3个拄啊拄到顶。所以叫做春雨424，也是有一点惆怅的意味啦。就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过去式。台湾一直都要面临各种非常困难的考验，像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我们的民主是不是要完蛋，对不对？现在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那我现在就越来越不喜欢在网络上看到那一些成天在骂别人的那种言论，就是我都会想说，那你有没有去做点什么？对，你与其用你的聪明才智在那边冷言冷语的去批评别人，尤其是枪口对内，一直在台派的圈子里面看不顺眼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然后一直在凸显自己最伟大，别人都比较烂，没有你厉害，没有你的见识高。可是，请问你到底做了什么？那他们3位，我认为留给台湾人的启发，就是在这里。如果你对于现状不满意，你要站起来行动，而且那个代价你自己要付，你要心甘情愿。他们从来都没有抱怨，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他们的抱怨，或者是亲访的时候听到他们任何的抱怨。什么怨叹啊，都无呢。为了这个，丢掉了自己的专业，回台湾来，也没有劳保，什么都没有。你想想看，那个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从来都不抱怨啊。尤其我算头一摆迄天看试片的时候，拄到主席讲话交谈，乃至到今仔的访问吼，第一吼，我必须来讲，我采访过真侪所谓的敖人啦、政治人物啦、丰功伟业的人啦，迄个讲话啦是吼，有诶就见讲过去啦。我毋是咧批评啥人吼，当然爱讲过去嘛吼。但是咧讲的当中啊，咧标榜自我，迄些成分吼，多多少少拢有啦，吼。但是我毋是条工甲你滴灌无啊吼，是讲我就是一个安尼的人吼，啊要继续行动落去。我要想要问主席，这个春雾数理数当中吼，还佫有啥物物件你要讲的，还佫无讲出来，还是讲要对现在这个少年人讲啥物代志？讲一项，讲一句话，讲一个精神也好，你感觉？第一就是讲吼，我今仔坐一只，唔是一个老人，一只咧讲话咧。哦，你甲看做是老人吼，我是
我是唐勇吼，即马为着台平建国咧拍拼吼，啊，所以阮就成立一个台平党，啊，主要是要台平人了解，拜托咧，你无家己的国家哈，你唔捌依照国际法建立一个国家，所以你无国家啊，人咧。外国拢叫你台湾吼，我足欢喜的，讲哇呀，可能会当和台湾建交，啊，你又唔是国家，哪有可能和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建交吼？啊，这个伫台湾，大家都讲哇，加入联合国，啊，你都无国家，你是要来加入联合国吼？啊，搁好足侪人足热心的，啊，国家正常化啦，啊，拜托啊，你国家伫倒位，你是要安怎正常化吼？啊，所以这点就是要认识清楚吼。战后台湾的历史是台湾甲澎湖是日本的领土，战后被民军来占领。啊，这个民军的代表就是中华民国政权，伊是占领甲代管哦，一直到即马嘛是啊，这项代志还无解决。啊，搁咧。对啊，甲咧代管啊，啊无解决啊，啊所以美国伫1979年成立台湾关系法，就甲你讲啊足清楚啊，你无中华民国，你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吼，啊以后这个地理当局，任何人会爬起来做地理当局的领导人，吼，伊拢会甲承认，啊所以足清楚啊，伊都无。无成立中华民国啊，敢若欠一个水龙头。哎，这就爱咱少年人继续拍拼落去。啊对，这个少年人就是一代传承一代吼，啊，这前辈较了解的，啊，讲互较少年的知影吼，啊，持续100年的这个建国的追求，来继续落去，啊，继续落去要成功。就是伫咱的头壳，咱来真清楚，咱家己的历史真相。啊，咱伫咱的国际法的地位是啥物？台湾甲澎湖是地位未定，吼，并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啊。啊，这个中国有2个政权啊，一个就是中华民国政权。伫台北啊，这是中国政权啊，唔是咱台湾人的国家政府啊，这咱爱认识足清楚的吼，咱甲有法度行向正确的建国的路。啊，即马真清楚啊，咱已经看到台澎建国的彩虹啊，这彩虹咱看到啊，哦，即马国际形势对咱非常非常的有利。咱看到这个彩虹，咱应该继续冲，继续努力。若是安尼，我相信这个建国运动绝对会成功，咱绝对有家己的国家。主席讲这段话吼，对我来讲真有启示啊，因为我想到我咧看这几出数理数的这个电影的时阵吼，我每一点，我就停落来问我家己讲，啊，如果若是我会安怎来选择？如果若是我会安尼行动吗？我有遮勇敢吗？我会当会堪忍吗？上后尾我请导演来讲吼，这是整个采访超有7档，吼，除了找资料，采访超有几个人？差不多50几个人。50几个人哦，你上大的感慨是啥物？我很喜欢这些人，很喜欢当年他们那些同志，所以我也希望这个片子可以让观众看到，就是从事台独运动的人是一群非常高贵的人，因为台独长期被污名化嘛。大家来看这些人吧，对，看这些人，他们为了同志，像吕天明，对不对？他说那时候他都自身难保啊。因为事件之后，他们都被调查嘛，非常的对他们影响非常的大。他自己那时候1个孩子，然后要生第2个孩子，
在美国也没有拿到公民，可是同志请求帮忙的时候，就二话不说就帮忙。然后他甚至于自己都想到说，万一真的不行了，他还得逃到南美去，因为他们回不了台湾，他们没有家可以回，逃到南美说一天用10块美金怎么过日子？他连这种书都买了，准备着。然后黄晴美就担心说自己也涉案，然后如果他也被抓起来的话，孩子没办法，所以他们就不是签了请律师作证，就是把孩子委托给吕天明夫妻来帮忙照顾。吕天明也就立刻签字，他自己有没有那个经济能力，什么都没有去想。他太太也是，阿雪也是，他们是这样子在帮忙同志的。然后张维嘉为了要拿一个彭敏敏提供的电话号码，让郑志才可以从瑞士打电话到瑞典去求救。张维嘉从加拿大搭巴士到美国，然后张文琪再从 Michigan 开车去接他。接了他之后呢，为了要躲避 FBI 的追击，所以2个人在一起开车到 Pennsylvania， 就是跟任何人没有地缘关系的地方去打公共电话给在瑞士的他，让他可以得到一个彭敏敏提供的电话。可是为什么不在 Michigan 打？因为怕连累彭敏敏，所以一定要切断所有的地缘关系。他们为了打这通电话，我算过，张维嘉从加拿大到美国再回去，2个人开车，再加上坐巴士，一共旅程是超过2000公里，大概2300公里。这才叫做革命啊！这才叫做统治啊！这是个 odyssey。哦，上后尾吼，主席，我和你对镜头来讲吼，因为这对你的家庭的影响，你家己的家庭也好，恁兄哥还是恁家族，其实嘛影响真大。哦，那么嗰边讲说精美因处理，哦啊文雄因处理，哦，你上后尾有啥物要有话要对因讲？我看电影内面是有淡薄仔讲啦吼，有这个机会，互恁来。当然，事件发生了后，阮伫台湾的这兄弟啊，吼，拢受到真大的影响，受到监视伊的兄弟的这行动，拢爱警察局爱写报告。啊，迄当时阮大兄是伫经济部标准局伫上班，伊是台大的这个农经系毕业的，啊，结果伊嘛被迫啊辞掉这个工作。我的小弟落去，因拢袂当出国，有真济的这个，会使讲生活上、事业上，哦，拢受到真不利的这个情况啦吼。当然，徛伫这个立场，我是感觉讲吼，对不起因啦吼。伫遮非常感谢吼，伫美国、伫欧洲吼。啊，阮逃亡期间吼，对我啦，对我家庭黄金美的这个照顾甲支持哦，确实我看到这影片，非常的感动啦吼。啊，我嘛可能切的目屎比你较济啦吼。啊，所以我若受到真感动哦，这只是说我感谢咱先生吼，伊。56年来吼，所受到的压力，啊，甲伊的坚持吼，今仔日咱较有法度看到这个片吼，春风树律师吼，确实是真有人情味的一个刺杀事件呢。你看他把纯木说成纯红，可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春天。我是看了真感动啊！而且公司 Plus 吼会阁继续来演出来放送，但是我嘛期待有一日吼电影版会当在戏台来放送，另外戏剧版也有可能吼阁来实现吼。我家己立下一个愿望，希望有一日吼，也许我会当来写看卖。
彭仁来当编剧。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感谢两位来到咱现场，感谢。谢谢大家。感谢。